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国内有民众去中国的南京参加摄影展，却被当地公安拘留，伊甲衫脱光光来检查，讲伊涉嫌传播色情的图像。另外，前几日嘛有台湾旅行团的成员伫中国被拘留，到在落尾是有平安倒转来。虽然这拢是罕得看的案例，不过行政院长窦英泰同款是提醒民众，中国法律无明确、无完整，去中国旅游绝对要注意安全。手抱花翕相留念，原本正期待到中国南京参展，安怎拢想袂到真做噩梦一场。点评师林先生讲，迄一天开始排打，才无到半点钟，就互当地公安找到，毋按摄影机被没收的人拢被带走调查。真的始料未及，因为就想过都已经通过主办方的确定，然后他也让不过去了，我就到公安局之后就被上手铐，然后我的电话就交给他们，他们要求我把密码给他们，然后进去之后就让我脱光检查。其实林先生过去也捌去中国参展，作品大部分的风格是同志摄影。前几摆排打拢无代志，这摆出发进前要通过主办单位的审核。不过对方公安认定，伊涉嫌传播猥亵图像，遭到行政拘留。不过毋那负个人家己一人去中国被拘留，即马个第一摆看到旅行团团员被带走留置。赴路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，要审慎做好评估，也一定要到我们陆港澳这个动态这个平台去申请哈。到底他的法律，中国的法律是不明确的，他法律的程序是不完整的。刘委会证实，真正有国内旅行团去对方旅游，这团客行程途中被带走留置。在旅行团等下台湾了后，人才被放出来。不过详细原因还佫咧了解。观光署刚来回应，旅行社有依照规定通报，当事人已经等下台湾，因为勘察个人隐私，其他不方便说明。你被留置，可能是之前你就像你去其他国家一样，你可能之前你在那个国家，你可能有什么状况吧？记录你才会有这种情况啊。莫名其妙被留置的，那个都不可能啊。虽然其他旅游业者强调这种情形真罕见，不过行政院依然提醒，个人去中国旅游要注意自身的安全，也好去中国禁团令是不是应该读，佮增加未知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